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前一阵呢，社会出车受到许多的关心同讨论。有一则为所好吃是人嘅基本权利，不过更加无嘅唔单止是满足我们嘅基本需求，还变作为商品，使至到经济身心状况都唔好，替社会上公用事嘅人蛮唔希望嘅哟。故所有嘅社会出车，也如政府来起，也算补助民间来起。抢票本人唔卖，用比一般高少嘅租金票本剔除对象。照社会出车推动联盟嘅统计，到今年4月底，台湾社会出车嘅存量加起来系7312户，且系全国出车总量嘅0.08%的，一个比例当然系非常大嘅哟。2012年年底，宜天基金会替台南市太林新上国策。买下为一栋老旧的国车，提改造社会出车票本弱势族群，其中1/3的户数改造通用设计的户格，安尼坐轮椅的人生法律的韩国利片，也是台湾唯一民间来判无登记做社会出车的社会出车。因正政府的政策法令如果唔手切，民间做起来帮手帮脚的，无影响的来做。向下去记者嘅看下佢片嘅现况有多多按多乜嘅困难。对付恐怕是下查，太廉送福人气错付，甚送啊准备要归路卡，因为无障碍嘅世界杯，坐轮椅就唔是受安用嘅专业，坐天台都是嚟位路卡，他们系用来嘅，本单嘅扶墙没囤积大黑，变到平，方便专业。其实对于轮椅族的身障者，门很重要，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用拉门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很方便的去做一个开或关。因为轮椅就是没有办法跨那个门槛，那个门槛对轮椅是一个很大的杀伤跟阻碍。那我如果住在一般的住宅啊，通常就是都会有门槛，那3-4公分就对轮椅来讲就是一个很高的一个高度了，更何况可能就有10几公分的上厕所啦什么，在这样子原来旧的住宅里面，几乎都是这样子的。52歲嘅陳松雅，此世就有小兒麻痹症，裡面因為能眼開刀，雙手無力，好苦創嘅，嗰時愛坐輪椅。當我坐上輪椅，其實事實上我不知道我要怎麼生活，因為所有的環境都是無法通行的，對，都沒有辦法動，包括在家裡你也沒有辦法動，因為家裡都是障礙呀，就要沒有人在家，如果我想要拿冰箱里面的東西，我也拿不到哎。唔過係睇同樣設計嘅出色度，陳松雅做得自由自在，睇做下切東西、煮東西。我自己可以在這個空間裡面煮東西，生活，反正就像你們一般生活的樣子，那我都可以自己自由，嘿，那對我來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享受啊，因為你知道沒有辦法照顧自己是有多麼憋屈。喺台南市嘅太廉送福人氣係台灣頭一個有名研判嘅社會出車。2012年代，台南市政府向內政部營建署爭取用專案嘅方式，本宜天基金會用法人身份買下太廉新上國策其中一棟樓，規劃36戶搶票唔賣嘅社會出車，提供本65歲客家嘅老人家、身心障礙同健智弱勢人來喝。其实伊甸一直比较期待的是由政府来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伊甸可以来协助或甚至做委托管理。但是讲到最后，其实台湾都是只闻楼梯响，甚至住宅法也都出来了，也都还没有动作。
那正好有一个机会，台南市政府就说，那这边正好有空屋，那有一整栋，一定有没有考虑要来接办这样的事情？那台南这一栋，当时市政府是用一般国宅的价钱卖给伊甸，那所以我们买了，包括贷款这样，整个加起来大概9000万左右。然后另外我们又花了2000多万去做修缮的一个动作，所以总价起来应该大概1.2亿。其中3股1股漳州同用设计出车，打造出无障礙、安心來吃的蔬菜，提供本陸下有身心障礙同老人家嘅家庭來吃。甚送啊，就係第一批吃到太林松福人氣嘅廚夫。走道啊是有打寬的，就是有邊寬，比一般的走道還要寬一點。我們輪椅呀、可以比較自由，可以轉換。我不用一直倒退進入這樣。就連現的人們就該克服坐輪椅的人的使用需求。通常如果是一般的門，是不是只有一面？那比如說我現在我大概只能拉這麼遠，那是不是我會關不到門？對，我可能就還要再出來，再慢慢才能關得上門。那這樣子的門對我們來說就是方便的。我可以推，可以拉，那我就不會拉不到，也沒有門檻。醫生講，韓國係一般人家嘅兩皮卡價，洗臉台降低，然後鏡子降低，就方便我們的高度，因為我們現在只有100公分高，所以其實我也可以轉彎。這對一般的住宅來說是沒有的，一般住宅浴室不可能打這麼大。宜天基金會用戶權行情價位發展，到昨日大概7000人到8400元票盤弱勢家庭，因為目的係愛騰數機等生活重建。嗰數除了陸下有老人家嘅家庭以外，最長搶做的係4到6年。假設他可以收到政府的租屋津貼，可以補助4000塊，那相對他自己其實只要付出大概4000多塊就可以了。因為伊甸是界定是在中繼的一個概念，那如果他住得很舒服，然後就覺得說我自己努力之後就住不到這個房子了，那就不努力，這個也不是我們原來的期待了。太林新上國車係建村改建，有1600人戶人家，300人戶店家。一開始宜天的沙飛出車愛落來，部分的居民美食吃到過渺小唔歡迎。宜天基金會用行通證明這個係貼片的好零沙。外面很熱哈。對，我馬上會下來。真的哦。當日早晨9點到11點，沙區老人家入住得來亞家嘅2客額。也係宜天為沙區提供嘅空間管理服務。話我們就是會幫他們做簡單的健康管理的部分，就是比如說量血壓跟量額溫的部分。嘿，那我們就是早上都會在這邊有一個據點，可以讓他們就是出來散步、運動完就直接過來幫他們做量，我們會幫他們做記錄。因為沙區居民老人家幾多，也項服務一推出就該受歡迎。現在我們這個社區啊，老人比較多，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每天做這個事情對健康上有絕對的幫助，我們認為很好。他們現在，像我現在幾乎是天天來。基金會敦親目前的工作唔單像安尼，韓國加盼沙區考場同發通，安尼沙區居民同沙飛出車的住戶就有以後的互通。他們很多年紀大一點的農民，那他們年紀稍大，那我們就有透過電子琴的課程、按摩經絡的課程，那其實邀請他們進來，也認識我們伊甸這個基金會，那也認識我們目前為什麼要在這邊做這個。因為伊甸哈，進駐我們社區，大家都還蠻配合的啦。因為他們有時候經常也在我們社區辦活動嘛，那我們老人家也參加他們的活動。那我們社區里長這邊辦活動，他們也大家都互相共襄盛舉，大家相處的還蠻愉快的啦。他們進來還蠻方便的。有的還可以量血壓呀，幹什麼到他們那裡啊，有時候那個行動不方便的還可以坐那個車呀。有的人會說他們好像怕會不衛生啊，因為都是有些不方便的人嘛。現在還蠻好的，現在看起來蠻乾淨的裡面。
泰林松福人氣提供弱勢家庭一個查封大耶路卡，一天基金會今日社會支持屯社福服務也條軟體嘅概念，打造出一個生活安全嘅網絡。來進來，3、4、5、6、7、8、9、10。也只嘅係生活重建科嘅教師，聽說本爛餐桌上是指到數腳唔方便嘅人。要才挑起家來過日咧，唔是下下愛意思人。我地當較當啊，要背袂起來，即擺我都煩心。可能因為車禍啊，或是疾病導致他肢體損傷，那可能損傷之後，身體的一些生活自理的功能、體能都相對可能會失去這樣子啊。那透過體能的訓練，那先把肌肉的一些肌力先提升，之後也會開始加強一些生活的技能的一個培養，這樣子。一步一步，天天的能上班呢，也看起來佢平常嘅動作，做得團上者潛規鬆腳嘅反應力、團能力。腦上的腳比較不平衡，就他有爬樓梯的協助啊，或者是跑步的協助，就是讓他們下肢的反應跟肌力都變得好一點。那這樣他們出去平衡感也好一點，跌倒率會比較低一點點。希望田本農國籌片過後，愛技師輪椅，亦是喺生活重建科嘅學員，也係一天基金會嘅社工員，對愛人聽書嘅人都見變到有能力吞人聽書。對我來說很有幫助的是那種日常生活技巧的訓練，因為它包括都說比如說我怎樣移位，然後我怎樣去使用機車，怎樣去使用汽車，因為這對我們來說就是其實我們受傷以後，我們所使用的行動方式跟一般人不一樣了，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必須重新去學習的部分。安尼社會出車屯出車硬體，社福資源內同整合，做到對弱勢者嘅基礎正義。我看起來安排面，是本面才有能發現批圖唔抽切嘅缺陷，是指到面嘅社福團體愛盼社會出車行到去健先。睇見人演出國策條例唔前飛之前，泰林松福人氣因為係國策，係落現弱師傅因為安尼無資格申請漂服津貼，也都唔拿俾錢，一天過不將莫款來補。倡議的這個階段，其實是依戀就自己認了，我們就整個吃下來。因為我們覺得說不能讓住戶因為住到裡面，他的權益反而受損。國災法後來有廢除，那廢除之後，因為又有一個時間差，所以市政府就有答應說，在今年這個階段，因為營建署還是不願意補助嘛，因為當初已經超過申請時間，所以今年的這一個租屋津貼就由市政府整個自己用自籌的經費來支出，就不再讓依戀來支付這樣子。明年的漂服補貼就會申請嘅營建署上下修申請標準，韓國台南市漂服津貼對4000元調降到3200元，可出乎改少。今年就整個條件變得比較嚴苛，對家戶來講，他每年的總收入不可以超過49萬，然後每個人的總收入平均不可以超過16000多，那這個其實是相當不合理的一個要求。照這樣，雖然整個總 total 感覺可以補助多一點的戶數，可實際上他們知道可以達到這個門檻的家庭大概不多。那民眾大概都有疑慮說，這樣子調降百分位點會不會造成他們的權益受損？那我們參酌去年的申請的一個狀態，這個申請受理的家戶大部分都是以20百分位點為主，所以今年標準雖然降低了，仍然不會影響到民眾的權益。除乎漂服補貼問題以外，泰林松福人氣社會出車喺法律上並冇社會出車的成分，因為出車法鼓勵民間研判社會出車的相關法律當中，對土地無條件來用、代理貸款、等數修正、政府擔保也都批土都冇，直至到幾天一直唔肯去登記做社會出車。我必須說，其實台灣每次在做政策的時候，沒有做一個比較完整的配套，包括像我們現在在營運上，遇到的困難是，雖然你說獎勵民間興辦社會住宅，可是
好啦，我们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这个是很事实的问题。那当初我们在修缮要做无障碍空间，他也说你们是国宅，所以不可以申请任何补助，这个也都没有了。我们接纳了这么多弱势，老实讲，你看连他租屋津贴都被取消掉了，那你怎么说要奖励民间嘛？那甚至因为做了这个工作，所以我们会开始会有更多的税需要缴纳。政府其实在这些都并没有说，因为你要奖励民间做这一件事，他需要做一些减免的动作，也通通没有。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会希望说，政府在开办这样的社会住宅的服务的时候，应该要有更具体或者说更有规划去做执行，而不是说单单由民间的力量，其实力量也有限啊。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希望说，政府也可以对我们有大力一点的支持，这样子。太林松福人气也係弱勢者普生嘅所在。唔過政府無馬嘅天數，法令配套又唔充切，無人敢停定來做，也係限係唯一一個民間來判無登記嘅社會注冊。政府會確實做到對弱勢者嘅基礎正義，減免就無馬嘅誠意。